哈利路亚！各位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可以在线上直接看我们的主日直播。在聚会前，我们一样低头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低头来祷告。经上说，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耶和华必将他的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土也要多出地土。诗篇85篇9至12节。亲爱的天父，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因为你的怒气不过只是转眼之间，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们宣告你的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使遭受新冠病毒或袭击的地区，进入你而来的祝福医治。今日我们虽然无法来到主你的圣殿来聚会，但愿你的话语与平安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中。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样一同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同声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更新我心意。
路亚！感谢主哦，我们也感谢主在线上观看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跟你左右的家人或弟兄姐妹跟他说：愿你平安。哈利路亚！教会事工报告，可能弟兄姐妹可能看不到周报哦，或是现在镜头看得到。好，跟大家报告一下，下周主日哦，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的关系，目前的所有的团契聚会顺延至5月28号之后，请弟兄姐妹仍然继续注意我们教会 FB 的动画。如果是有需要来教会参与直播的弟兄姐妹，请全程戴口罩，实名登记，量体温，手部要消毒。好，我报告一下，下周23号主日，要参与的不是同工。下周主日，讲道者柳阿春牧师，施礼者陈春明长老。施行陈嘉玲、口引卢佑轩、音控刘乾坤弟兄，值州长老吴秀昌长老。另外，我们看一下下周5的祈祷会，我们一样会用线上直播的方式来直播祈祷会。请大家就注意一下我们教会的 FB 的消息。奉献报告，上周主日奉献的合计是59002元。奉献的明细我们会公布在 FB 上。奉献若有登记错误的，或是名字有误的，请向黄宝林执事做更正。教会消息报告：本周读经进度为《使徒行传》第16章。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一起参与这个读经的活动后，读好话、说好话、做好话。今日的长执会我们也顺延静候通知。第3，牧师柳阿春牧师5月18至19号至彰化基督教医院做健康检查，请为行程平安代祷。第4，中会母语推广办理母语复振活动，原定于5月22号下午在本会举行，因应于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告，暂停室内100人以上之活动，故于本会主办之母语竞赛活动延后实施，请弟兄姐妹静候通知。第5点，下周5月23号主日也是改为线上直播，为9点半开始，请弟兄姐妹告诉弟兄姐妹若是不知道这个直播的连结也大家帮忙互相传递。好，第3，肢体消息代祷，请继续为还有下周5月23号原定于下午弟兄团契举办的社区母亲节活动，因疫情影响，樟树国小校园暂停对外开放，为配合疫情缘故取消母亲节的联合活动。这个部分会在另行通知。好，肢体消息代祷，请继续为年长肢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提名代祷，特别为在住院当中的苏建龙弟兄跟许清宝长老，还有其他需要代祷的弟兄姐妹，求我们在代祷当中纪念他们。好，我们弟兄姐妹，请你拿开你手边的
圣经，有圣经的我们现在赶快拿。我们要翻开雅各书第3章1至6节。雅各书第3章1至6节。好，我们都翻到了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翻到的后，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3章1节。我们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第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第三，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他能调动他的全身，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第四，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第五，这样舌头在怀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第六，舌头就是火，在我们怀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今天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控制舌头，控制舌头。好，我们恭喜牧师，谢谢。各位在线上不用在手机前，是在电脑屏幕前，在电视机前面的姐妹弟兄们，张叔的家人，各位平安。这是我们张教会这些年以来，第一次真正尝试在网络上做线上直播的礼拜也许各位会不能够适应。可是求着帮助我们既然线上直播是上帝透过他的智慧给人让我们可以有这么方便的机会，可以在家里一起来观看，或者聆听上帝对我们说些什么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其实是非常有创意的上帝，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继续来帮助我们，继续来喂养我们。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疫情那么严重好像人跟人之间它会被区隔起来可是不是却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家人来相处。那在跟家人相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原来过去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来对话，是更亲近的彼此之间的互相的扶持。这次是雅各书在教会在最近来的雅各书系列一直所强调的其实我们的信仰真的是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必须透过我们的好的行为来影响，不仅是影响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也求着来影响，也带动我们的家人，在信仰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把真实的把它确实的做出来，以至于让我们可以一起同享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来到雅各书的第3章1到6节，控制舌头是我们今天早上一起要来分享的上帝的话。控制舌头倒不如我们可以说的比较更中性一点，就是制服舌头那也许我们后面有这种观念，就是一般人也许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说口才好的人是不是这样的人？口才好的人就会比较会说话。事实上，就牧师的观察我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
现在姊妹弟兄们，口才好，并不一定好，并不等于会说话。同样，而口才不好的人，也并不代表这个人不会说话，而是说我们要关注的，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当我们在说话以前，我们并没有好好的去思想我们待会要说出来的话，可是却一下子把没有修饰过的话讲出来的时候，就算口才再好，可是会不会我们所说出的话就好像是刀子一样，它是两面刃，不仅是伤害我们自己，同时会不会也会伤害？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既然上帝创造人，而人的器官里头有一个器官叫做舌头，它非常小。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人的舌头是我们说话的一个载具，就是说通过舌头可以帮助人可以说出好多的话，而且这个话非常有很大的影响力，不仅是可以建立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跟生命，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也发现，这些话也会带来破坏人的生命。所以雅各就提醒我们说，说话要小心。换句话说，只要是人说话，很可能就会有所过失，是吧？当我们读了这个雅各书第3章第1节的时候，第1节提醒我们说，不要做多人做师傅，不要做很多人的老师或是教师的意思。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呢？雅各书第3章第1节提醒我们说，不要多人做师傅，不要做很多人的老师或是教师。我们必须要回到雅各书的第1章19节那边提到的，所以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以及雅各书第1章26节提醒我们说，要勒住我们的舌头，并且在雅各书第2章14节也说了，当我们说我们有信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要小心。为什么呢？刚才从第1章到第2章跟各位分享的，其实这些经文一直不断的提醒，不断的重复说的重要性。把我们所理解的，各位都有上过学校，读过书。我们所知道的老师这个职业，他的工作就是要透过讲话这件事情。而很有意思的是，在雅各的那个时代，在初代教会的聚会是开放给那些会讲话，而且有教导恩赐的信徒，站在讲台上来向着姊妹弟兄来说出合宜的话，不是说得宜的话，是符合上帝心意的话。其实姊妹弟兄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教师或是师傅或是老师或是牧师传道师只要是跟嘴巴有关系的这种职业，一旦站上讲台，一旦站上人面前，一旦站上了可以向许多人讲话这种场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旦这些人话讲多了，很可能他们讲话的技巧，很可能他们会通过这种说话的口条，可以去拿捏对听众的情绪。牧师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做老师的，一旦有机会真的站在讲台上说起话来的时候，很可能会因为个人的魅力，很可能会因为个人的口条，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语言上面有恩赐，我们会对听众的情绪拿捏越来越准确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会开始乱说话。所以雅各就很直接的提醒我们，在第1节说，要晓得我们这些人要受更重要的判断是什么审判。师傅或是老师或是牧师或传道师或是律师等等，把真理教导人，
除了自己要明白这个真理之外，除了要自己明白这个知识、这个话语，他仔细说出他的话之外，如果不真的去勒住自己的舌头，不控制自己说话的内容，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很可能是个违背真理，就符合了雅各在前一讲跟各位所分享的，在第2章的21到26节所说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雅各书第3章第1节的后半部说，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审判跟判断。所以我自己成为教会的牧师，我也期许成为老师的，成为传道师的，成为教会长老的，成为教会同工的，特别要谨慎小心在说话这件事情，因为太常讲话的同时，我们责任也就大。雅各说了是要受审判，为什么呢？其实很有意思。第2节雅各就提醒我们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说话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句话。可是，请我们注意这句话的内容的背后，它其实要提醒我们说，雅各相信，正如牧师相信一样，没有一个人他不会，或是从来没有说过错的话。我们多多少少都会说过不好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过失，可是目的是要帮助我们的过失要越来越少。因为当我们相信天父，当我们读了圣经的，你当就要越来越像耶稣一样。现在这位弟兄，雅各书已经来到第3章的7。我们再次回想在过去从第1章到第2章所分享的，雅各书其实是要帮助我们真的认清我们自己的生命，认识这个信仰。说真的，知道怎么样透过听的这些道理之后，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生活当中把它实践出来？我们相信耶稣。这些年来，我们所讲的话，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这个人就跟信仰有确实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跟信仰其实是绑在一起的。我们不能说我这个人，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情跟信仰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不是说我这个人并不代表我的信仰，不是这个样子。雅各提醒我们说，我们听了没有去做，我们的信心就是对神要负责的。如果我们听了，可是并没有去做，我们对神的这个信仰是非常有危险，因为我们信什么，我们说什么，我们就做出什么。行为是透过说话这件事情来表达出来。就是同时，我们应该也这样思考：我们所说的话是不是真实的，让人看见我们就是一位基督徒？在线上的当初教会的家人们，让我们再次来去思考：我们所说的话，从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有没有真实的让人看见我们就是一位基督徒？雅各说，很沉重的提醒我们，这是要受审判，这是要受判断。求神也帮助我们要把话说在对的事情上。既然生活那么重要，那我们再次来去思考这件事情。雅各提醒我们说，舌头这个小小的器官，它有3种的特征。今天只讲2种特征，在下个主日的时候，牧师会分享第3个特征。
雅各书第3章第4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在这里，事实上我们看到舌头3个很重要的特质。第一个叫做小而大。雅各有3个比喻来说明舌头是身上一个虽然很小、是很小的器官，可是这个器官具有很大的功能跟功用，而且同时有很大的影响力。第一个就是马的绝环，第二个叫船的舵，第3个叫做火。马的绝环其实很小，可是当人们在马的鼻子里面钻一个口，放一个把一个环子铁环之后，用绳子就勒住它，就随着这个骑马的人的心意，让它可以左右转动。而船的舵也是非常的小，所以现在它一个让船可以在那个当下向左弯，向右转，而火更是可怕，是吗？有道是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在箴言18章21节，如果线上的姐妹弟兄们，你手边上有圣经，请翻开旧约箴言18章21节。这个作者这样提醒我们箴言的作者，他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我们再读一遍箴言18章21节。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过去牧师在读书的时候，曾经读过这么一句话，也许可以来辅助箴言18章21节所说的话，就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上邦。意思就是说，通过一句话，可以为这个城市带来一个很大的祝福。同时也为一句话很可能为这个城市带来很大的破坏。今天早上牧师看了脸书，我有个朋友就传了，这个时候在中东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叫以色列。我们知道在这一周以来，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地区的政府有一些的冲突。在这个影片当中，我就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画面，以色列用非常强大的武器，破坏力非常大的武器来攻击位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大象，3、2发的这个炸弹就把这个大象给炸毁。我心中其实是非常难过的。到底什么样的情形，什么事情，让以色列的领袖一句话、一个命令，就让以色列的军队用这么可怕的武器、攻击性这么大的武器，去摧毁巴勒斯坦的地区的一床大象？我可以想象，那个大象里面有好多人啊。双方领袖只要和平的坐下来，好好的讲话，不可以吗？非得用这么可怕的这种信念，要让居住在他们国土里头的其他的不是属于他们本国的百姓的这种方式去伤害他们，非得要这个样子。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伤亡。我们在有2年前的前高雄市长韩先生所说出的口号，来帮助我们去理解舌头为什么它是非常小的这个器官，可是宣出很大的力量。前高雄市长韩先生当时喊的口号就是：货卖得出去，人可以进得来。
因为这个口号帮助他去当选高雄市长。可见得一句话可以把人的热情给点燃起来，同时它也很有力量。舌头虽然小，可是却有很大的影响力。第二个，舌头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大，而且恶，恶就是可恶的那个可恶的恶，险恶的恶，大而恶。舌头不只是有很大的影响力，舌头有时候也让人的嘴、人的口常常说出一些恶毒的话，而且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甚至毁掉一个人。雅各书第3章第6节这样告诉我们说：如果在线上的姐妹弟兄们，您手边上有圣经，请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雅各书第3章第6节，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点着的。亲爱的姐妹弟兄们，舌头虽然小，它真的有很大的能力。舌头很重要，可是却非常的危险。舌头最大的功能，我们知道这是可以发出声音，可以讲话，甚至坏话可以把人给逼死。可是，如果我们讲出好话，却可以给人鼓励，帮助人向上，特别是在家庭关系当中，也会带来的影响。就是为什么同工们在今年会办理3次的讲座，都跟沟通有关系。4月18号我们已经进行了第1讲，就是帮助我们通过这位讲员所提点我们的这些的资讯，或这些的想法或者做法，我们可以很真实的带入到我们的家庭关系当中。刚才前面也跟各位线上的姐妹弟兄们来分享，正是因为这次的疫情的关系，虽然带来很大的危险，可是牧师在看的时候，却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危机就是转机。虽然好像这件事情带给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会有一些的隔离，会有一些的距离，可是回到我们自身本身来说，我们就会再次回到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真的可以利用这段的，我们可以不用太长出去的时间，我们跟我们的家人一起好好的相处，甚至我们好好的对话，我们甚至好好的做一些的练习，目的是要帮助跟家人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的。通过说话这件事情，通过舌头的功能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家里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姐妹弟兄们，在线上的亲爱的姐妹弟兄们，那我们一起来尝试努力做看看，是不是可以带一些果效？当然不容易，可是我是在请各位好好的去思考，也好好的去执行这件事情。我是曾经在2019年在以弗所书的系列当中，有曾经跟各位分享一些怎么帮助我们跟我们家人有一些对话的分享。我其实在那个时候我用了几点跟各位分享说话其实是有很大的杀伤力。今天特别利用这个机会，既然我们的主题跟舌头有关系，既然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了作者雅各提醒我们要控制好我们的舌头，要驯服我们的舌头，要制服我们的舌头。我们再次要去回想，在以弗所书的第6章那边跟各位分享，跟耶稣的关系的这几个想法。通过一些专家对说话的这件事情的一些的分享，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很有趣，是亲子杀伤力话语的排行榜。第一个，有些时候作为父母亲，作为大人的，
因为在很气愤的情况之下，我们常常会脱口而出，说什么呢？否认我们跟孩子间具有生养关系的那个责任。亲爱的姐妹弟兄们，这个否认生养关系的这句话的内容，对孩子的自尊心的伤害真的很大。比如说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很生气，对孩子所说的一些行为，我们实在是感到非常愤怒，愤怒到我们都不承认他的关系，说谁想生你呀？早要把当初就不要把你给生下来，你去叫别人爸爸好了，你把隔壁那个王女士当成你的妈妈好了，我没有你这种孩子。亲爱的姐妹弟兄们，当我们否认跟我们孩子间的关系的时候，对孩子的自尊心的伤害其实非常大。还是非常自责，难道我生下来就是为了让你来责骂我，让你生气的？有些时候我们做大人的，当然孩子可能有些时候也会这么做，我们会说一些粗话。什么是粗话？说出人身攻击的话。特别是父母亲在教孩子数学，或是语文，或是自然科学，或是日常生活的行为的时候，孩子的理解能力总没有像我们做大人、做成人那么的理解力那么的快。有些时候，我们就必须真的要1次、2次，甚至更多次来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或是我们身旁的人。可是有些时候，我们没有那个耐性，我们很可能在非常无法感到理解的话，我自己都可以理解，为什么生出你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就会想说，你怎么那么笨得像一个猪头一样？难道我们的孩子是猪吗？你怎么这个笨到这个样子？怎么教都教不会？就一点都不像刘阿春的孩子。有些时候，我们不只是想攻击人的话，甚至我们会贬低这个人的价值。我们很容易，我会把孩子，或是把我们的家人，跟其他的人，或是跟自己家人、姐妹弟兄们、兄弟姐妹之间做一些比较。你才考98分，你看哥哥，你看姐姐，每次都考100分。你看隔壁那个伟毅，那么聪明，这么厉害，调整那个音口，什么教你都不会，你会像他一样。甚至我们会用威胁的字眼，你再继续玩，我把你手给弄断；你再不听话，我叫牧师就叫牧师打你；你再不听话，我就打电话叫警察来抓你。何其无辜，是吧，孩子？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做大人都成人的，也会用苦肉计来对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好可怜的做你的爸爸，怎么都没有人理会我。今天我生日了，怎么都没有人想起来？真是白生你们。有些时候我们也很讽刺，用嘲讽式的话来对待我们的家人。长那么丑，那么黑，那么胖，谁会喜欢你？亲爱的姐妹弟兄，你知道吗？当我们说出这些负面的话，对家人、对孩子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都不喜欢人家用这么恶毒的话对我们，对不对？更何况是我们家人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也许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会想说：“我真的没有在这个家庭存在的价值，因为我真的很差，比起姐姐来，我真的很笨。”
我就不会，我就不能够理解。也许会造成家人、孩子的这种感受是，我的父母亲真的不爱我，我生错家庭，甚至感受不到爱，而且会不会让我们家人、我的孩子产生强烈的羞耻感呢？觉得自己生在刘家，真的是觉得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可是有趣的是，亲爱的姊妹弟兄，我们想一想，当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当我们这些做大人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我们所说出这些话、提醒的话，我们会把我们的动机归类于，你不知道吗？我说了这些的话，对，虽然会有攻击性，虽然会带有贬低的话。可是我都是对的，我都是为我的家人好，我都是为了孩子好，不是吗？亲爱的姐妹弟兄们，也许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重新去思考，特别在疫情的这段时间，刚才牧师说了，求他帮助我们利用这段时间跟家人好好相处的时间。帮助我们觉得以为我们是为家人好，我们觉得以为是为了孩子好，我们以为用责骂跟激发羞耻感是一个最有效的教养的方式。是正确的吗？也许过去对我们都没有效，可是各位都非常清楚这件事情：上帝造人造的都不一样。父母亲生下我们也不太一样，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即使是双胞胎，他们彼此间也不一样。我觉得帮助我们去思考。当我们再继续用责骂跟激发羞耻感，认为是最有效的管教的方式、教育方式的时候，这么些年来的实施，真的有很大的果效。或是我们继续思考这件事情，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我们会不会一直在复制我们父母亲那个年代对我们的对待的方式？我是曾经有好几次在讲台上分享，我自己现在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自己也组成一个家庭。许多时候，当面对妻子、面对孩子的做法跟说法，不知不觉，我发现我正在复制我父亲对待我母亲的方式，甚至我复制我母亲对待我的方式。我们不知不觉的去复制过去那个经验。我父母亲以前怎么对我，所以我也如法炮制对待我家里的孩子。我们这次我们很小心的把隐藏在我们内在那个愤怒，会从我们对我父母亲的情感的记忆的当中，一点一点把它做出来。就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不可以去做一个调整，或是说换一个说话的方式，来好好的说话，来表达我们心中的意思。这是在雅各书，我们从第1章到今天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去调整，或是换个另外一种说话的方式，去好好表达我们心中真实的意思。我曾经在好消息频道第15台有一个教授
也是老师钱玉芬教授，他分享，他说怎么帮助我们去调整，是换一个方式来说话，来表达我们真实的心中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去理清楚那个话语带来负面的杀伤力的影响。换句话说，要停止伤害，不是要停止那个伤害的延续。实际上这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把那个伤害就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停损点。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说话。过去一直讲这种话，似乎都没有太大的作为。我们可不可以换句话说，用另外一种表达的形态或者方式，来表达出我们心中的那个可行的做法？因为一个这些做大人、做父母亲的，我们都可以不要再继续复制上一代的影响，对我们的影响。当然，牧师真的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无法去控制我们周围的人都可以像我们一样，越来越可以说好话，控制我们的舌头。可是当我们尝试让我们自己好好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人知道我们心中那个想法和那个意思。就是亲爱的姐妹弟兄们，在线上的姐妹弟兄们，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或是周遭的人的说话常常充满抱怨，事实上我们可以用我们在圣经当中所读的话来勉励自己，也来提醒我们自己，来勉励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甚至可以提醒，不是勉励他人，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改掉那个忍不住逢人就抱怨的坏习惯，而是用鼓励、肯定跟赞美的话来代替那个责骂，代替那个不屑，代替那个鄙视，代替那个嘲笑。因为我所说的话真的太重要，影响力太大。所以在雅各书的第3章1，虽然这段经文可以下个主日还要继续讲到12节。怎么样控制舌头？可是亲爱的姐妹弟兄们，驯服舌头或者制服舌头，是控制舌头，实在是我们一生很重要要学习的功课。特别是基督徒，我觉得帮助我们真的愿意放手给我们给爱我们的神，让神来改变我们。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可以做的是，在说话的时候，在说话之前，我们可以很刻意的去制服我们的舌头，减少可能被点着成为火的机会。然后我们就真心向神来寻求、来呼求，改变我们说话的方式，改变我们说话的内容。不是真的相信，一旦我们可以尝试开始做的时候，那个改变会随之而来。虽然需要一些时间，可是我们的舌头却可以成为越来越多属灵的话语的出口，越来越可以成为造就人的出口，或是说更多祝福人的一个出口。当我们自己先可以控制我们的舌头开始做起的时候，这些恩典就会越来越被我们看见，或是说这些恩典、这些祝福就会越来越被我们经历。我们也是会越来越学会控制我们的舌头。我觉得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是今天早上在线上跟各位姐妹一起来分享。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唱刚才那首诗歌，更新我的心灵。在唱以前，牧师要读一段经文它记载在罗马书12章的第1节到第2节。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1节这样到第2节这样说：所以弟兄姐妹们，既然上帝这样连续我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蒙他喜悦。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敬拜。不要被这世界同化，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好明察什么是他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能悦纳的。亲爱的这个弟兄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带给我们很多错误的是非，或者是非似是而非的观念。可是圣经明白告诉我们说，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带着走，而是要回到神里面去思想上帝他曾经如何带领我们走过这一段非常辛苦的遭遇。同时也要鼓励姐妹弟兄们，在妇女群组当中，今天早上我请师母转传给我一张图片，这是一个不知道是哪一位所制作的，我觉得非常有趣。它是长这个样子，不知道可以看得到吗？线上的姐妹弟兄们，它是在妇女团契当中有这个图。如果我们家中有姐妹有妇女群组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打开这个图。在这个上面，它教导我们一些事情，就是这些是我无法控制的，所以我可以让他们过去，不用太在意。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可以控制的是，现在虽然是疫情期间，我们可以保持正向的态度，我们遵守指挥中心的规定，注意自己的社交距离，保有善良仁慈的心，找一些可以在家里面做的事情，同时请关掉新闻。那换句话说，今天早上跟各位分享这些内容，将会有很多大量的时间都跟我们的家人好好相处。我们可以暂时把我们的手机放下来，我们暂时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手机转移到我们的家人身上。我们暂时把这些谈话性的、政论性的节目把它关起来，把我们的眼睛就放到我们家人的身上，打开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的心胸。我们一起来仔细聆听我们家人想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话。我们一起改变那些过去那些总是以为家人的声音的说话跟提醒是非常唠叨的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很诚实的打开我们的心，我们很诚实的告诉我们家人，我们心中那个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透过我们的口，透过我们的舌头。我们试试看，虽然它不容易，可是可以做得到。所以，亲爱的在线上的姐妹弟兄们，阿春的家人，我们一起来去尝试怎么样把上帝的话透过他自己来帮助我们，不仅改变我们，也带来更新，是很大的恩典。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假如我们会唱的话，更新我们心灵。
我心意，使我能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主，你是他家，我是泥土，我所造，是我的恳求，我心。我能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请弟兄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相信你喜悦我们的心是可以表里如一的。主，我们相信你喜悦我们的口所讲的话，是真正表达出我们心里所要说的。因此，亲爱的主，我相信你愿意我们的心是良善的。我相信你愿意我们的舌头所说出的话是造就人的好话。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警戒我们的生命。主，帮助我们禁制我们的舌头，让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生命之外，同时又可以建立他人的生命。主，求你帮助我们最低的限度，就是我们不会破坏别人的生命。所以，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有这一份忍耐、禁制的力量，使我们说的话不仅是赞美你、歌颂你，更能够荣耀。求你恩待我们。主，你也知道，我们都知道舌头是火，我们很容易会因着说话而燃起那个怒火。所以，亲爱的天父，求你让我们在小心说话之余，更知道需要每天要来亲近你，让你以你的说话来改变我们，使我们可以因着你的大能，我们的舌头可以被你来驯服，天天说出好话，就是那美善的话，造就人的话，这样我们好好的控制我们这个舌头，不出恶言。主上帝帮助我们，求你复兴，就像你最初以圣灵赐给教会的力量一样，让像火的舌头被你带出来，从身上，是被圣灵的充满，好让我们可以都在圣灵当中，叫我们生命被你点燃，继续说出好话，继续寻活的舌头，继续造就人，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这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奉献。亲爱的姊妹弟兄，虽然我们好像不能够来到教会，一起跟在线上之前的同工们一起来奉献。如果我们有预备好这个心或者金钱，我们也鼓励姊妹弟兄可以在周间的时候可以带到教会来，我们一起把这个奉献拿给就是在教会的同工，或是利用一个时间打电话给牧师，是给我们的执政长老，或是我们的单一长老都可以把我们的心意来交到神的手心当中因着这个奉献，不仅成为教会在生活上面有很大的使用同时我们也献上我们的心志，特别在疫情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来特别来纪念，就来唱几首诗歌，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
上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祷告。我如经上说，主耶和华赐我焦折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用言语来扶持疲惫的人。主是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学习如何来勒住我们的舌头。当我们要说气话的时候，主能够让我们多一点思考，让我们自己的怒气能够止息，减少主用言语造成的伤害。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来控制我们的舌头，让我们愿一生能够交托给你。主求你来管教我们的舌头，能成为一个能够帮助人的舌头。也谢谢你，主也让我们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都是带着造就、安慰、劝勉，能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的话。主一些不必要的话、不需要的话，主求你都让我们制止，主治我们的口。亲爱的主，谢谢你教导我们。主在这里，主也求你特别赐平安给弟兄姐妹们，因为主我们知道你所赐的平安不像一般人所赐的。我们要宣告主你的平安留在每位弟兄姐妹的家中、身体上。主也特别看顾那些有新冠肺炎的病患们。主求你看顾他们家人，也看顾那些医护人员，让他们能够有平安临到他们身上，也不至于让他们散感，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因为主你的喜乐盼望是永恒的。我谢谢你，主，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主你面前奉献，也感谢你，主奉献的时间给你。我谢谢你，主，在这新的一个礼拜当中，主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不要让受到这些病毒的影响。谢谢你，主，洁净我，你向心甘他们保守我，在这个礼拜当中，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名求。将荣耀给上帝。最后求我们用这首诗歌圣诗36首，愿主赐福保护你。结束今天早上在线上的礼拜。非常严峻的疫情的当下，在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主的平安是这个世界抢夺不过来的，
主的平安是这个世界抢夺不过来的平安。平安，拜拜。下礼拜线上主日见，各位弟兄，拜拜。